家人话题，在这2个死刑之后，一批乡亲赶到山东安塘迎娘。开子们碰着自自家的救命恩公邢婆婆，快点千里通禀，我特地大概到来迎娘来的。邢妈妈是高兴得不得了，皇帝又相信，一国之君不仅赶到挨到山东到安塘里人死过个娘，好，免费呀免费，那个的口头分8、7个。请皇帝外头等一等，那他自家年纪也忘记脱了。本人啊，奔到里向进来云房，那么不灵了，上去不再下去个人。哎呀，梅娘娘，恭喜奶仔，贺喜奶仔，贺喜奶仔，恭喜奶仔呀！咦，搿对是妈啥个事体家？本进来恭喜我了，贺喜我，多啥恭喜贺喜，事体没发生。哟，妈妈，哎，据说喜上好。哎呀，真要恭喜奶仔！梅娘娘，那也晓得。怎样？那个儿子好玩的，敢不仅不但条条彩里赶到里呢，安塘人娘来在呀！妈妈，你得怎讲？那个好儿子皇帝，敢不仅不但条条彩里赶到里呢，安塘人娘来在呀！哦。家
往后真走神。但是云房门口子是上头里向身体里的，想见在喊人儿子看，人子尸体丑吧，哎呀，后宫不可实现。可他是我夫人，儿子已经到屋门口子，22年死子之痛，死子之苦。儿子随了眼睛门前子，我夫妻，他是夫妻，儿子马上回主北京啊！倘若今朝不把亲生计，谁也知今生也相见，只一在梦三更。他是再也相见，是非了梦头里子。再一想，为此儿子，我已经暗荡心碎至22年，再吃点苦也怕伤。从今往后不许他带此令。妈妈，你叔叔大的哀门，命我儿即刻为进，从今往后不许他再带美转。了他个人为的倒退三步，梅妃为啥要这样做？为子儿子好，但爱打暗当人娘万一消息之余，只怕儿子的江山不保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阿爷再讲，非讲才。梅妃的脾气自家清爽，虽然讲是一个女，但是恨女至极，时一时一，时而时而，心里像是愤怒，再难愤怒还叫没办法。梅娘娘，妈妈，搿
那么我看着，回去，俺不要熬了。哎，不会的。那他进来的辰光，奔进来个出气呀！搿两只加三个锅子开着个，加为跨不开的。步履艰难到门口，好皇帝啊！耶，皇帝一口分动呀！刚刚来卡拍手拍家塞进去，那现在哭出来哭出来着。啊，宝宝，陛下密见我家母后怎样一讲？梅娘娘是个怎样？要呢马上回走开。李郎再还不要来着。哟，宝宝，我家母后因我也受此一讲。为啥么为难呀？为啥啦？李庄事体难清爽了，我明白。不能阿爹娘晓得李庄事体不得了，个所以要呢马上回走开呀。呀，娘啊娘啊！那位儿子妻子是安心口头，儿子已经带来屋门口着呀。哦，那位不见，为呀为子，我见我为主不敬，分娘不肯见我，我一定要认娘的。宝宝，想为宝宝应答，我要道德里面回答什么？好，现在个老太倒是一高兴着。哎，皇帝啊，谁是要那个句话？我们拉不拉奶奶是一国之君，奶娘不见奶，奶好去见娘个，叫我打路没好。君命难违，你皇帝叫我打路，我必须要打。临此皇帝忙里向去，那外头个点人我先交代他，等些新妈妈哪里都领导厅堂上办理都谈谈讲讲。现在呢，新妈妈领着皇帝一路进来，大内云房谁讲一声独地一间，谁是那娘个房间。新妈妈娘里抬下去，皇帝忙着里向趟赶进来。来个辰光，恨不得一步随跨到娘个房间门口，进房间叫娘。将近要到娘个云房，但是皇帝的心啪，为了睡觉。为啥？声音已经听见着，啥个声音？哭声，哭啥？两个字：王后。皇帝的眼里已经拉下来。娘啊，你不是骗我，你养我的，养侬的，为啥不见？伟大的母爱，谁是为子我？你已经为子我儿日儿女子了。皇帝两只脚吐了吐，大门口嘎，门推开，只看见个娘扑那个皮头上嚎啕痛哭。皇帝哪里得是？旁里一耳扑，伤心跪下，血印上前，到娘的门前去，两只手那娘的心毛头上向一打，呀母后，娘！美妃做娘，新妈妈一走，吓得母子再也半头，不可能着，扑了床浪向，好的痛苦。哎，至少现在有人进来，举到自家门前，两只手搭了自家的心毛头浪向，母后娘啊！儿子啊，对把过来一口，看见的儿子们，美妃，你个心里向第四口啦，不知啥个味道。
代，母子谁知明？爹爹凄厉来生娘亲。更是泪泪满面，却下眼风絮弥漫，把痕沉。娘儿子两家头抱头痛哭，梅妃的眼里滴里哒啦滴下来，滴了皇帝的面孔了。据了娘的门前，皇帝三个回答子儿童时代，我小辰光离了娘的门前到现在距了地方差不多个。娘还是讲欢喜我两只手封了自家面孔，环看视看，眼睛一眨，已经相隔22年这样。母后，呀娘！深深哭，和娘亲，深深哭出了
突然生娘亲啊，还是你非想起，嘿朝朝在你娘亲，娘亲啊，当初希望山东来房子，娘亲当日将分明，孩儿说否西见见娘亲，说是到底真娘啊！当时你讲得清楚，孩儿说服虽言进谏，娘亲家中料理家父之后，即刻进宫，哪里追寻？我到了宫中嘛，走灯玉佩，你娘不记，想娘亲一地可到体面，记娘亲这雨在梦山间，我趁梦醒来了风恨娘啊！你当时我先打不进，你马上就来，你哪还骗我一个8岁的小奴呢？上一的儿在娘不气不好，儿里谋为口翻分，荣华富贵我不在心
人看看，我荣华富贵要那行就那行，我的口中有啥人晓得？娘亲我尽力宫中，希望家奔去，撇下我欲想一句，一勾身我为呀杀真的收拢的人嘿心中俱非分，当时我得去娘亲到王宫来，与你娘亲来照应，嘿心中好的念，那只想我走等于陪，你呀不知为什么狠心然把我一人撇在王宫门呀，因何如此狠心把我撇在宫中？这个你们看看深深
30个岁，你一生是娘哪得你说明白，说不明白的。所以当辰光，为子你能够在宫里向继任皇位，为子娘你定定心心考考我去，娘怎能骗你？儿啊，为娘的口心，须见你可明白非？娘的口心现在讲出来能够明白，当时辰光真的不明白个呀。娘啊，儿啊，当初孩儿心中不知呀。当初我是很深为一国称帝君，不如民皆自民，自民是30岁前口，一家都有6天人，我身为帝君，从小杀文人，不如民间也自民。大今朝孩儿问问，把江山守，我就娘亲，谁我进地间，怕什么私生子？要
被人问私生子，要被人称对我王儿，真是好人生，哪怕是私生的孩儿，圣人心知晓，哪怕是对王位，我是龙殿也要娘亲，随我进地见，中央母后随我进京的。那么梅妃阿女一进京也要何为继续？